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，耶利米书第8章第1节到第13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31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对上帝来。听对倒位来？大概基督徒无需要经过思考，拢会直接来回答对上帝来。不但是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当然嘛是因为咱会通记真侪经文来分享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伫真实的对生活中间，咱会体验上帝的听是遐尔啊长阔悬深。就好像一首儿童诗歌歌词所讲的：耶稣的听真是奇妙，耶稣的听真是奇妙，遮尔悬。我袂话悬过伊，遮尔深，我袂话深过伊；遮尔阔，我袂当细过伊。奇妙的听，真侪时阵，咱拢经历着上帝的恩典甲听。虽然咱拢无一定明白上帝的作为，但是咱也拢领受着伊的听。真侪非基督徒的朋友总是会问着：如果你所讲的上帝真正是听，为什么伊要处罚人？为什么伊要降灾厄？为什么有人会伫这个地动的中间、疫情的中间来死亡？是啦，这个世界有真侪充满侪咱无法度理解的事，特别是当咱拄着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的时阵，咱搁较因为安尼来怪罪上帝，讲为什么这个会发生伫阮的身上？咱拢是感情的动物。这真是好事，咱会悲伤，但是会记得生命的主权真正在伫上帝。人是感情的动物，人也有意识，通对咱所失去的亲友表达咱的心来思想，甲是咱的哀伤。但是，并无因为安尼就代表上帝无听咱。虽然咱拢知影生死是人生必经的一条路，只不过是什么时间、什么方式，拢有伊无相款的所在尔。既然安尼，咱就必须爱伫有生之年会晓得去把握上帝的恩典，领受伊的听，是对耶稣基督赏赐予咱的。以色列人总是违背上帝，离开上帝道路远。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：哎呀，连这个鹳鸟也拢知影季节，定期会飞倒来。放假、燕仔、白鹤也对着季节来牵线。我的子民啊，恁竟然毋知影我的法则，恁怎样会通自夸恁介聪明呢？恁明白我的法律呢？其实，法律互几杂的经学教师修改啊。恁的聪明人来得到建设，行行失措，因拒绝我的话，
佫有甚物款的智慧通讲呢？另外，大笔的诗篇嘛安尼提着。上主吩咐我，伊的子民安尼讲：人跋倒啊，无想要起来；人迷路啊，无想要回头吗？我的子民啊，恁为什么背叛到底，一去无回头？恁掠条五常掠安安，恁毋肯倒转来到我遮。我说字听，但是恁无要讲出心底的话。无有人为着家己的歹所行来忏悔，无有人家己来反省。我究竟做毋着什么代志？恁每一个人拢一意来行家己的道路，亲像战马着战场来奔跑。虽然上帝互因去伫遐跌落，互因去领受因背离的后果，但是呢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疼，就是亲像圣经所甲咱讲的。以色列人虽然时常离开上帝的真道，去敬拜，去追求偶像的崇拜，但是上帝却一再差派先知来劝勉因，互因有悔改的机会，赦免因，接纳因。特别是当因伫受到外国势力侵略、奴隶，得到教示了后，上帝的慈爱就是佫挡袂牢会出现，赏赐因恩典，透过先知预言来提醒，透过祭司来献祭。但是以色列人民犹原弃杀上帝，违背上帝的真道，我靠人无效。上帝将家己的独生囝耶稣赏赐予世间人。保罗伫咧劝勉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时阵，伫批信来安尼讲着：伊连家己的囝都拢无顾惜，互赏赐予咱众人。既然是安尼，伊袂话将万米白白赏赐予咱吗？什么人会控告上帝所竞选的人呢？上帝已经宣布因无罪啊！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定因的罪呢？绝对毋是耶稣基督，伊是啥？其实应该讲是已经割活，现在才要伫上帝的正边替咱向上帝祈求迄位。无有人会当甲上帝的疼来隔离，透过耶稣基督，因为伊赏赐着救恩，因为伊是安尼来疼世间人，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圣经甲咱讲，既然是安尼，什么人会通互咱甲基督的疼相隔离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熬饿吗？是丧凶吗？是危险吗？还是刀剑呢？亲像圣经所讲，为着你的缘故，阮同日互人囥伫死地，人将阮当作等待要抬的羊，拢毋是。伫即个一切的代志顶悬，靠着疼阮的主已经完全胜利，因为我确信，什么拢袂话互我甲上帝的疼隔离。不管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掌权者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高天，还是深渊。伫整个受造的宇宙的中间，
无有任何的事会通将咱甲上帝，即着咱的主基督耶稣所互咱的疼来隔绝起来。无有人会通隔绝对上帝来的疼，无有人会通反决上帝的疼。只要是接受的，就一定会通得到。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。上帝啊，外邦人侵占你的领土，拍拉散你的圣殿，互耶路撒冷变成做荒废的所在。因将你的仆人的身躯交互空中的飞鸟做食物，将你圣的子民的肉，互地上的野兽来吞食。因伫耶路撒冷周围流你子民的血，亲像在拼水，嘛无人甲因埋葬。阮受着隔壁国凌辱，互四围的人冷笑讥刺。上主啊，你要受气偌久？兼要到永远？你的大受气亲像火要倒偌久？求你将你的受气摒落伫遐个毋捌你的外邦，以及遐个无求叫你的名的列国，因为因吞食雅各，互伊徛起的所在拍远。求你毋通因为阮祖先犯的罪刑罚我，求你将你的慈悲紧紧施落互阮。因为阮陷落绝望的地步，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，赦免阮的罪。感谢上帝赏赐大疼痛，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将上帝的赦免恩典。救恩赏赐予所有接受的人，互阮也会通领受上帝的疼。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